参与啊。那其实看到影片，每个人都想要知道说为什么要拍这部影片，那你想要拍什么？那其实我们拍最后的时候，当初也是因为透过一个关系，记得是跟你稍微了解一下，然后刚好了解到北区有一个新创奖的得主，那一个家长款10年没有出版，好，那一个新创奖一个得主。他其实在教育部的新人奖得主哦，好，那10年没有出版，一定有某一种的因典故，好，那一样的，民事处他们也希望有这个一个把它一个记录下来，但是我们刚刚去想民事处有找过他们，我们只是说，有这样一个人物，那就我们姐在北区，那就刚好可以把当地的这个一个文化的一个无形资产的。要一个把它记录下来，所以我们就当初就是他透过公所的一个协助，然后走线，然后拜访，然后去做这样一个记录。那其实我们当初也是看到我们家乡他那种的那种的舞步，或是那种的姿态，还有那种神韵，其实都蛮特别的，蛮特别的。那在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之间你们看到那个数码箱。他其实我是工作人，那当初呢是我们第一次去跟那个陈志明老师跟中央人得主跟他拜访的时候，他其实很早就想要去拜访他那个邓老师，那他送了一幅就那一幅神域的那一幅的书画，过去送给他的。我当初看到的时候，就有一个想法，他的那种书画的这样的一个画法，他那种神韵跟那种的。家乡卡的那种画脸，还有他那种舞蹈，其实就很相像。那我就把它做加一个结合，所以我们就另外去安排那个郑老师，麻烦帮我们再重新写一幅，因为他本身就有设定要送给3个比较有重要的这种文化的一个工作者，好，那所以他当下就是我们就另外搞一天。去那边出了3期，确定说完成这样的拍摄，那当初有一个构想是把这个结合，这样的做一个体验，那当然我们在拍摄的时候10年没出团，一定很多原因嘛，所以我们在拜访接触的时候都是非常小心，因为有时候我们不了解状况的时候，怕万一踩到线的时候，就因为主动拍了。因为我们拍这种纪录片也是要他们同意，那10年这一团他们出场的时候真的是在今年的那个家长姐的生日那一天，他们特别安排找这些老将团出来，那本来是要有10位，要10位，那因为这些老将团就是一个他56岁了，那有个不方便，有身体不好，所以他就安排了四将。那其实这种家长是有的4将、8将，他们票码是不一样的，功能不一样，所以我们那边就是也出了好几去做这样的拍摄那当然拍完之后，后续还有很多想法，那只是说，因为我们这个已经在5分钟以内，所以我们拍很多，还有很多没有剪进来，还有很多没有剪进来，只是说把它一起做进我们所有的部分。那其他，目前没有想要在了解或是可以随时发问，不好还是